歷年嚟香港影圈人才輩出，港產片孕育咗一代又一代出色嘅演員。喺百花齊放嘅女演員之中，有一批混血女演員，佢哋擁有唔平凡嘅靚樣，成功吸引觀眾眼球。當中有啲成為巨星，亦有啲寂寂無名。今日阿珍就同大家一齊尋找嗰啲港產片裏嘅混血女明星，順便睇下佢哋嘅近況如何。80年代港產片起飛嘅年代，唔少選美出身嘅女星投身影圈，當中不乏冠軍級人馬。同齡遠嫁海外杳無音訊。提起港產3級片裏嘅唯美派代表作，唔少老影迷都會諗起《太太的情人》。片中女主角童玲就係擁有1/2英國血統嘅混血女星。佢高鼻梁、深眼窩，五官精緻，自帶異域感。1986年正式踏入影圈，一出道就獲德寶電影公司力捧，先後參演《最佳福星》、《開心鬼精靈》等作品，搭檔過劉德華、譚詠麟等一線男星。可惜拍咗幾年，正劇始終唔紅，一直處於半紅不黑嘅尷尬境地。1990年起，佢轉型接拍多部3級片。1992年嘅《太太的情人》因畫面細膩、氛圍感拉滿，被影迷稱作最唯美嘅3級港產片。雖說大膽演出儲咗唔少關注度，但始終冇擠進主流女星行列，仲被艷星標籤牢牢綁定。佢心灰意冷之下，1993年嫁人隱退，徹底離開演藝圈。網傳佢遠嫁英國，定居海外，育有一女。此後再亦冇公開現身，完全回歸普通人生活。至今冇公開近況流出，係港片黃金時代曇花一現嘅神秘面孔。白安妮學霸人生一路開掛，比起混血女星嘅標籤，柏安妮更令人意外嘅係佢被演藝耽誤嘅學霸加運動健將身份。佢係中馬美三國混血，出身富裕家庭，自細品學兼優，仲攞過香港花樣滑冰賽事冠軍。當年順利攞到牛津大學錄取通知書，卻因被星探發掘，為闖演藝圈放棄咗入學機會。1985年佢正式拍戲出道，笑容明媚，氣質靈動，被好多觀眾封為銀幕夢中情人。先後同周星馳、張學友等大咖合作，《咖喱辣椒》裏嘅清純女警，《風塵三俠》裏嘅鮮活角色都令人印象深刻。1993年佢喺事業上升期急流勇退，重返校園進修，成為專攻兒童個案嘅職業治療師。後來又修讀心理學，仲同朋友合夥創辦咗電子公司。早前佢登 TVB 節目受訪，使盡圓滑嘅模樣，差啲令老影迷認唔出。細女許欣怡亦以《炎爺少年的天空》作為電影處女作出道。如今佢定居香港，低調經營事業同家庭，偶爾接受港媒訪問分享日常，多數時間專注心理領域工作同陪伴家人，十分享受退圈後嘅安穩生活。翁偉德嫁武星定居美國，身高180厘米嘅高挑身形，搭配中德混血嘅深邃立體五官，令翁偉德從參選港姐嗰日開始就自帶超高辨識度。佢擁有1/2德國血統。1989年參選香港小姐，攞下第4名嘅同時，斬獲最上鏡小姐獎項。賽後順利簽約 TVB， 成為藝員，好快跨界進入影圈發展。佢先後出演《偷情先生》、《精裝追女仔之三郎之一族》等喜劇電影，搭檔過張敏、邱淑貞等當紅女星。戲份雖不算多，但亮眼外形總能令觀眾記住。90年代佢慢慢淡出影視圈，憑借出眾外形條件轉型做全職模特，喺香港模特圈頗有知名度。1999年佢同動作演員周少龍結束多年戀愛長跑，喺美國洛杉磯註冊結婚，婚後生下一對雙胞胎仔，之後又添咗一個女。如今佢長期定居美國，幾乎不再公開露面，專心喺屋企相夫教子，將生活重心全放喺家庭上，日子過得低調安穩，偶爾會喺周少龍分享的家庭合照裏面出現，狀態依舊優雅大方。李嘉欣嫁入豪門安穩度日，被稱作港姐顏值天花板嘅李嘉欣係澳門出身嘅中葡混血兒，老豆係葡萄牙人，阿媽係中國人，天生高鼻梁深眼窩，自帶精緻貴氣。
1988年，18歲嘅佢參選香港小姐，以毫無爭議嘅大熱姿態攞下冠軍。同年又斬獲首屆國際華裔小姐冠軍，先簽約 TVB 拍咗《原振俠》等經典劇集，隨後正式跨界加入影圈。佢嘅演藝路一直順風順水，雖說演技始終冇攞到專業獎項嘅廣泛認可，但勝在顏值能打，資源頂尖。既演過《笑傲江湖》第2部、方世玉續集呢類賣座商業片，亦得到王家衛、侯孝賢等大導演青睞，留下《墮落天使》、《海上花》等文藝經典。2008年，佢同船王許愛、周之宣、許晉亨結婚，婚後逐步淡出影圈。2011年生下仔仔許建彤，如今56歲嘅佢定居香港，日常大多陪伴家人，常同丈夫一齊睇演唱會、外出旅行，亦會喺社交平台分享生活隨拍，狀態保養得宜，偶爾受邀出席時尚活動，生活悠閒富足。高麗虹打女退居洪金寶身後，1984年港姐競選舞台上，擁有澳洲與歐洲混血嘅高麗虹，憑借深邃立體嘅五官同大氣出眾嘅氣質，一舉攞下冠軍同最上鏡小姐雙料榮譽。之後仲代表香港出征環球小姐，憑特色清宮造型攞下最佳民族服裝獎季軍。同多數港姐入行就簽 TVB 唔同，佢當選後冇入電視台，反而在1986年正式投身影圈，仲拜洪金寶為師，苦練動作戲。憑東方禿鷹女果敢幹練嘅游擊隊女隊員形象，立住打女人設，更提名咗第7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女配角。後續又拍咗《皇家女將》等多部動作作品。90年代佢逐步淡出銀幕，1995年同洪金寶登記結婚，徹底退居幕後。如今年過60嘅佢，重心全喺家庭，悉心照料洪金寶嘅飲食同健康，常陪同丈夫出席金像獎、榮譽學位頒獎等公開活動，同4位繼子女相處和睦。平日生活低調，偶爾被路人拍到逛街市，氣質依舊優雅從容。郭秀潤轉身深耕海洋環保，出身優渥嘅中德混血女星郭秀雲，老豆係香港海洋公園創辦人之一。佢10歲就隨阿媽移居美國讀書成長。1988年仲讀緊大學嘅佢返港參加國際華裔小姐競選，攞下季軍，順利踏入演藝圈。當選後佢立刻簽約拍戲，先後出演蛙鬼有限公司、痴情快碎等多部作品。雖說冇留下太多爆款代表作，但自帶異域感嘅混血外形辨識度極高。1990年佢同武打明星錢小豪結婚，生下仔仔錢景峰。呢段婚姻冇維持幾年便告終。90年代中期佢逐步淡出影圈，之後改嫁出身鋼鐵大王龐鼎元家族嘅建築師龐傑，仔仔亦改姓龐景峰。如今佢定居香港，全身心投入海洋環保與動物保護事業，創立咗海洋保育相關基金，經常親自潛水參與海洋科研，去沙灘清理垃圾，仲常年支持各類動物慈善項目，生活低調且充實，偶爾會為仔仔嘅演藝事業站台。90年代港產片井噴嘅時代，其中有人成為影后級人物，亦有以洗盡鉛華嘅前艷星。各式各樣題材嘅港片令人懷念。鄭艷麗晚年打工令人唏噓，從 TVB 清純玉女到靠快餐店打工為生，擁有越南與法國混血血統嘅鄭艷麗，半生際遇係港圈最令人唏噓嘅範本之一。佢80年代末以模特身份入行，拍過唔少商業廣告，仲攞過 TVB 銀河新星選舉女主角組冠軍。剛出道就搭檔梁朝偉出演俠客行裏嘅事件，清純靈動嘅模樣好受金庸認可。1991年佢正式進軍影圈，首部電影《天使風雲》反響平平，浮沉幾年始終冇攞到好資源，眼看事業冇起色，佢喺90年代中期轉型接拍3級片與大尺度寫真、滅門慘案第2部、謝種等作品，令佢賺足話題，仲被台灣富商黃任中收為契女，一度衣食無憂。2000年後佢逐步淡出影圈，只偶爾客串小角色，失去靠山後做生意連環蝕本，
生活急轉直下。如今54歲嘅佢定居香港，長期喺深水埗嘅快餐店做後廚清潔工作，租住喺狹小組房入面。曾因厭食症病重入過 ICU， 佢拒絕申請救濟，靠體力勞動為生，幾乎不再同娛樂圈產生交集。鍾麗緹，內地綜藝長紅不衰，喺加拿大蒙特利爾出生嘅中越混血鍾麗緹，大學畢業返港參選1993年國際華裔小姐，以大熱姿態攞冠直接出道，一腳踏進咗港片黃金時代嘅尾聲。佢自帶明豔靈動嘅異域氣質，剛入行就資源爆棚。1994年憑人魚傳說裏嘅小美一角紅遍東南亞，濕髮如美嘅純欲形象成為無數觀眾嘅銀幕白月光。整個90年代，佢都係港圈頂流性感女神。同周星馳合作嘅《九品芝麻官》、《破壞之王》至今仍係經典，仲同李連杰拍咗《中南海保鏢》，戲路橫跨喜劇、動作、文藝片。1999年，佢被外媒評為亞洲最性感女性，知名度覆蓋整個華語圈。2000年後，佢將事業重心轉向內地，陸續接拍影視作品與綜藝。如今佢定居內地，同第三任丈夫張倫碩共同生活，帶住3個女頻頻亮相綜藝與直播帶貨。2020年參加《乘風破浪的姐姐》再度翻紅，佢日常專注健身保養，狀態活躍，始終活躍喺公眾視野之中。葉芳華轉戰荷里活深耕，被港媒形容成鍾楚紅與李美鳳混合體嘅中法混血葉芳華，喺加拿大出生長大。早年做過模特，拍過本地獨立電影。1995年回流香港發展，出道起點直接拉滿。佢接拍嘅第一部港產片就係成龍嘅賀歲大片《紅番區》，飾演敢愛敢恨嘅街頭女仔 Nancy， 性感颯爽嘅形象一鳴驚人，仲同時提名第15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女配角與最佳新演員，係當年最受矚目嘅影壇新人。之後佢陸續接拍《黑俠》、運財、五福星等大製作，搭檔李連杰、洪金寶等大咖，戲份唔少，卻始終冇能真正走紅，一直卡喺二線位置，不上不下。眼看港片市場逐漸衰落，1998年佢選擇返加拿大，轉闖荷里活發展。如今佢仍然喺北美影視圈深耕，陸續參演咗《致命羅密歐》、《刀鋒戰士》第3部、《異形戰場》第2部等荷里活作品，亦常喺美劇中客串配角，主打動作戲路線。佢私生活十分低調，近年仍有新作上線，狀態保持穩定。楊恭如定居上海，回歸平淡。有住最美亞姐之稱嘅楊恭如，自帶1/4美國混血血統，五官精緻清冷，辨識度拉滿。1995年佢趁暑假離港旅遊，喺阿媽幫手報名下參選亞洲小姐，一舉攞下冠軍及最上鏡小姐等4項大獎，順勢簽約亞視正式出道。出道第2年佢就得到大銀幕機會。1997年參演陳可辛執導嘅《甜蜜蜜》，憑藉乾淨自然嘅表演，提名第16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新人，起點相當亮眼。之後佢片約不斷。1998年喺《風雲雄霸天下》裏飾演溫柔動人嘅孔慈，成為無數影迷心中嘅白月光。此外仲出演咗《洪興13妹》、《行運一條龍》等多部港產片，戲路十分廣泛。巔峰期佢因感情爭議事業受創，逐步踏出香港影壇。如今52歲嘅佢定居上海，生活過得鬆弛自在，日常周圍旅遊，偶爾嘗試直播分享日常。面對外界評價，心態坦然，不再執着於明星光環，享受着平淡安穩嘅生活。莫文蔚事業家庭雙線圓滿，集中國、德國、英國、伊朗4國混血於一身嘅莫文蔚，出身香港名門，自幼品學兼優，早就攞過香港傑出學生獎，後來考入倫敦大學，主修意大利文學。1993年大學畢業返港發展，一邊出碟一邊進軍影壇，前後參演咗超過50部電影。佢同周星馳合作次數最多，
大話西遊裏敢愛敢恨嘅白晶晶，食神裏豁出去扮醜嘅火雞姐，喜劇之王裏嘅當紅女星杜娟兒，個個都係港片經典角色。佢仲憑《墮落天使》攞下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女配角，文藝片、喜劇片、動作片都能駕馭，係公認嘅實力派女演員。音樂事業同樣做到華語樂壇天后級別。如今56歲嘅佢依舊活躍喺台前，近年開啟新一輪巡迴演唱會，亦參演咗《焚城》等電影新作，同丈夫感情穩定，事業家庭兼顧得整整有條。張柏芝官司勝訴，重啟事業。擁有1/4英國血統嘅張柏芝，細個就長相精緻出挑，13歲便遠赴澳洲留學。中學畢業返港後，憑一支陽光檸檬茶廣告迅速走紅，隨即被周星馳欽點為喜劇之王女主角，出道即巔峰。佢嘅神顏喺90年代末嘅港圈獨樹一幟，出道後資源一路開掛。2000年代進入高產期，接連出演星願、白蘭等口碑作品。2004年更憑藉《忘不了》裏嘅單親媽媽角色，攞下第23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女主角。24歲就登頂影后。之後佢經歷結婚生仔、輿論風波，人生大起大落，亦慢慢淡出咗港產片創作。前排佢同前經理人糾纏10幾年嘅千萬合約糾紛案終審勝訴，法庭認定涉案合約係偽造，簽名係他人冒認，駁回對方全部索償訴求，壓喺身上多年嘅爭議終於洗清。如今佢嘅生活重心放喺內地，一邊獨自撫養3個仔，一邊活躍喺綜藝、直播帶貨與時尚活動中。2026年仲官宣加盟華納音樂，重啟歌手事業，狀態堅韌亮眼。3. 千禧年代進入新世紀以後，一眾混血女模殺入影圈，英文名多過中文名。另外有位年紀輕輕就當上影后，但在大好形勢下突然退出。梁洛施為愛息影如今復出，中英葡三國混血嘅梁洛施，天生輪廓深邃，氣質清冷。12歲就入行做模特，2003年簽約英皇，次年以歌手身份正式出道。2005年佢出演首部電影《見鬼十》，正式踏足影圈。短短幾年主演多部作品。2006年憑伊莎貝拉攞下第27屆葡萄牙國際電影節最佳女主角，喺國際影壇嶄露頭角。之後更進軍荷里活，參演木乃伊第3部。就在事業上升期，佢突然宣布退出演藝圈，為李澤楷生下3個仔。呢段感情最終冇能走入婚姻。近年佢逐步復出，演過張艾嘉嘅《念念》、許鞍華嘅《第一爐香》。2026年上海電影節上，佢大方挽住導演男友馬玉柯，牽手行紅地氈，正式公開新戀情。如今佢一邊照顧3個細路，一邊接拍心儀嘅影視作品，狀態鬆弛從容，成個人透住成熟颯爽嘅氣場。李美琪闖荷里活站穩腳跟。喺夏威夷出生嘅李美琪，老豆係愛爾蘭裔美國人，阿媽係越南人。高中畢業後做模特入行，後來隻身到香港發展。2000年佢出演首部電影《特警新人類》，第2部《機動任務》。2002年憑《赤裸特工女》又殺又性感嘅打女形象出圈，不光喺華語圈走紅，亦吸引咗海外市場注意。2005年獲邀出演《碟中諜》第3部，搭檔湯告魯斯正式打入荷里活。佢喺港發展期間話題不斷，同吳彥祖嘅一段戀情至今仍係港圈經典八卦。2025年佢低調官宣同美籍越南裔丈夫結婚，如今定居美國，一邊偶爾接拍荷里活影視作品，一邊打理私人生活，仲斥資翻新咗復古豪宅，日子過得低調自在，成個人狀態舒展鬆弛。阿曼達斯特朗退圈轉行甜品店主，中法混血嘅阿曼達斯特朗，外形精緻，自帶慵懶貴氣。喺美國讀大學時，經朋友介紹嚟港做模特。早年同郭富城合作 MV 時，曾傳出緋聞。2001年佢跨界出演電影，喺《絕色神偷》裏嘅戲份令唔少觀眾印象深刻。不過佢大銀幕作品不算多，
重心始終放喺模特事業上，係當年香港圈辨識度好高嘅混血名模。退圈後，佢考取南大甜品師資質，喺香港開咗自己嘅甜品店，中間經歷過一段短暫嘅外籍婚姻，離婚後慢慢調整狀態。如今佢定居香港，偶爾出席時尚派對同品牌活動，日常打理甜品生意，健身滑浪，生活隨性灑脫，狀態保持得十分亮眼。這群混血女星係港片黃金時代一幕獨特色彩，有人登頂影后寶座，有人嫁入豪門安穩度日，有人洗盡鉛華回歸平凡，亦有人遠赴海外另闖天地。佢哋憑住出眾外形喺銀幕留下亮眼印記，退圈後亦各自走出咗截然不同嘅人生軌跡。無論結局風光或平淡，都成為咗老港片迷心中嘅懷舊記憶，亦見證咗香港影壇幾十年嘅起落浮沉。